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石磨心》。无影无影，无你亲像无命，三顿才无心情，要哭惊无声，阮是双声，你的看是几牛车，放阮的心在通听，加做不知影。问你需要啥人陪？问你心爱倒一个？我不是少年花，若是无心无情无爱，就予阮知。对心破烂，我将你放，不知等待会到倒一天。你讲要嫁人，阮搁在做梦，梦只听着心在喘。对心破烂，我将你放，满满期待我来亲一口。对你，用阮的青春相送。你毋是讲明仔载才有放假，你哪会今仔用用撇倒来？啊，着考试考煞，阮老师讲会当放几工仔假，我着坐马车转来啊。是讲你哪会知搬转来食？哎呦，这我甲带来的啦。推过你嘛有够糊涂，啊尾半带无甲早甲通知者，你怎啊走去恁以前大遐，啊找无人了，走来找我，我毋着甲带来啊。对啊。我刚才你咧找恁柳定节啊，也无找无人，煞碰见你。哎，柳丁啊，来坐啦，免啦。免啦，我店里无人袂用食，我爱赶紧转来啊。对，安尼我若想说，含你做伙转来。嘿啦，我来倒茶。歹势啊，无用开工。多谢多谢。阿母，然后咱即马搬这个所在较歹啦，无像前下遐尔啊阔啦，你暂时哦就较委屈一下啊。不要紧啦，年当我目睭也无看，大都要拢同款啦。是讲哦，打来吼，啊这安尼路啦，啥物哩哩曲曲的吼，比较你较无熟啦，啊你着安尼慢慢去甲适应，尤其哦行路，你得特别较细微咧。会啦，我会晓啦，啊当我就用用咧，我豆豆啊摸久，我就熟啊，就知影啦。母啊，本来想讲甲你带起来台北，看会当互你安尼好啊享受一下，啊好啊有我教女安尼甲你孝顺的，想袂到讲愈大煞愈歹，母啊，是的啦。你唔通安尼讲啦，不要紧啦，阿母知影你是足友好我的啊。来，这互你，你嘛有来。啊我嘞。放心，大家拢有，来，这互你。对，拢有。来，饮烧酒。来母啊，咱即摆已经有这个资金啊，只要咱的事业成功，啊。记录。啊，这件代志感谢是妥的。放心啦，等咱赚到钱的时阵啊，你一定爱记买一间别庄互恁阿母哦。来，招来成功，干杯，干杯。警察，警察，别惊，我咧啉烧酒，我无安尼你阿创啥？大哥，啊你来甲祁宏做伙啊？铁，来啉一小茶啊，我拄啊泡。铁哥，紧，刘德呀，是啥物代志？咱走啊，一面青顺顺啊，来坐落来，啉一下烧茶啦。哎呦，无时间人这啊，紧冲我来派出所啦，内部去互你害去啊啦。啊，来报啥那行了去派出所？这我嘛唔知啊，就问你啊，打电话甲我讲的啊。问题啊，电话中有讲为着是安怎无？为着你讲啊，刘丁。啊，电话中讲也袂清楚啦，敢若是为着恁厝去互抢来的代志啦。哎呦，我等来派出所就知啊啦。
你啊，厝的顾咧啦，我教你顶紧来去啦。袂用的啦，来报行了去派出所，我伫厝内等会调。啊好啦，要来哦，做伙来好啦，行啦行啦。进来进来。你想做？兄弟，我内部是犯什么法？你哪敢靠你啊？对嘛？啊，恁互抢到300万的代志吼，幕后的主事者就是来宝。你有听讲？我内部还是受害者，哪会是主事者？迄当互遐老毛压来处理，就是这个啦，就是这个老毛，在阮内部拍到规身躯断伤，伊是受害者，哪会是主事者？你较冷静的，你知影啦，这代志吼。啥物我唔知啊？内部，你紧讲，讲你是受害者，毋是主事者，讲，紧讲啊！对嘛？来宝根本无欠因300万啦，迄是因吼甲来宝想要合股开交经，啊跋歹叫通去趁大钱，毋则会叫来宝用可乐价来骗恁的钱的啊！内部，你紧讲，根本你是后袂讲，你明来做出这款的代志，袂做出这款的代志，你讲，你讲！对嘛？我调查这件代志吼，毋敢互恁知影，是惊讲吼，你会阻止我，因为你一向吼，拢叫是来宝也袂做啥物歹代志。啊，毋过我实在不忍心吼，看恁家迄间厝卖掉，啊，甲钱吼白白去互歹人摕去啦。经过我调查的结果，幕后的主事者就是伊啦，伊龙啊啦，伊前科累累，我要抓伊的过程中，发现来宝也甲伊做伙。我才知影，原来因是串通好势要来骗钱的啦。来宝，你哪安尼？你无钱啊，我都拢有互你。你现在会搞去遐弄无？来骗人买钱？对啊，免问伊啊。若讲到这个业主吼，大哥，我是倒位对你唔好啦。你家己想看觅，你自细汉的时，阮大咧伊家己念念到遮尔啊大，听讲这个台北的教育水准较悬，阮就袂走散，起来到这台北买厝，为着要落贷款。我甲恁母啊，就咧辛辛苦苦去学做生意，一切拢总是为你的前途设想。竟然会做出这款违背良心的代志，你就是用安尼来咧报答卫生。你安尼是要安怎来对阮交代阮饲你遐尼大的恩情？来宝，你是安怎来遐尼啊不守道？3万两厝就做一寡代志来伫咧误激阮。你嘛该望你的心肝看觅，恁老母为你牺牲，为你付出遐尔啊多，你是安怎要做出这款代志啊？你讲啊！你唔能这么冲动啦！笑啦！你这款业主。真是无法无天啊！社会上是安怎留你这款败类？你敢知影？你敢知你根本都唔是？宝贝，你不要讲。
讲，我拜托你千万别遐讲。女儿，到喘地步来，无讲是袂用的。阿对，我甲你讲，你根本就毋是我亲生囝。爱我为你一颗心人了。你心波澜，我将你放，不知等待会到倒一天。你讲要嫁人，你根本就毋是我亲生囝。你即马讲啥？我讲你是我亲生囝。来宝，这20年来，阮听你是比听我家己的亲生囝搁较疼。人别人有的，你也拢总，阮就惊你会惊你会乱，一切代志逐项都拢总为你设想，看你后摆大汉嫁人会比拼你也袂。你敢知讲你若咧卡唔转来，恁这个可怜的老母，两蕊目睭在咧金哭哭，等了等甲天光。我是安尼讲伊几句啊，伊烦恼当颠倒无满意。伊关心的是比伊性命搁较重要，你知影？来宝，伊嘛咧小可怜恁这个老母，伊今仔拢是为你一个活，你知影？你若伫咧欢喜的时，伊就对你伫咧欢；你心情若伫咧歹时，伊的心肝是比啥物人搁较艰苦的。伊今仔日咱咧比赛里为你牺牲遐尔啊大，你一世人甲我大人害的阮情绪，想袂到讲你今仔竟然交给别人，用苦肉计来骗阮的钱，才搁阮安尼来卖厝来替你害姐母，你的心是伫咧倒位啦？你家望看卖咧啦。讲白啊，想要到讲这款代志会发生在阮养育20年囡仔的身上，你实在是足残忍的。都是我唔好啦。对啊，你无唔对啦。是原来咱家歹命，无得甲咱前世人，唔知是倒位来对不起来宝啊！所以这世人哦，才会来，互咱安尼拖磨，来甲咱安尼糟蹋啦。别急啦，来啦，这个来啦，对，来这坐一下，来这坐一下。是安怎？伊面恁烦恼啊啦，推过会互相化解的啦。看都无退哦，哪有啥物三顿两顿？叫我是要甲活落去啊？袂啦，你推过的面上都毋是底面上，你是咧烦恼啊济要创啥啦？是要甲我来这个歹命啊？哎呦，你暂时莫想啊济好无？啊，好啦好啦，莫搁想啊啦。对对，来宝做细汉我就甲听命命，伊是安怎变啊呢？我实在是拢想无呢。你毋通搁想落去啊啦！唉，但即摆推过已经倒落去，啊，你着爱较坚强诶。唉，内宝哦，会变甲安尼哦，迄真正是想袂到诶啦。
啊，毋过哦，是讲安尼嘛好啦，啊，互伊伫咧家内底啊，好好反省一下，无定出来以后会变好嘛，无一定啦。我知影吼，内宝本性是袂歹啦，吼，伊是较无主见尔。伊今仔会变安尼吼，拢是互遐歹人给拖着的啦。对啦，对啦，对啦。几点啊？天光啊啦！天光啊！哎呦，啊来规暝啊拢无出来啦！这，互你顾者，我来敲一个电话者吼。那里面遐久也袂出来啦。推嘛，你免烦恼啦，推爸啊吼，一定足顺遂的啦。喂，啊？什么啊？好啦，叫秀英啊来病院啊，来照顾阿蕊啊一下啦。吼，我看阿蕊啊伤心甲安尼哦，万不然哦，若倒落就惨啊。好。美云啊，文弟吼，即摆伫咧病院咧斗3工啦，我都转来载你去上班啦，讲叫你家己去啦。阮弟伫咧病院创啥？啊，着恁推爸啊吼，知影互人骗了迄300万吼，幕后的人吼就是来宝啊啦，煞伫咧派出所吼气甲昏昏去啦。唉，即摆人还搁伫咧病院咧急救啦，啊恁推母啊吼，足伤心的，一直哭啦。所以恁阿爸甲文弟啊吼，即摆伫咧病院咧陪恁推母啊。即个来宝啊吼，安尼一个人拖落推病规家伙啊，真正足不应该的。好佳哉哦，美云啊，你目睭八有金啦，啊无我看哦，你即世人都乌有义啊啦。唉，是讲这话搁讲倒转来吼，这来宝啊今仔会变甲安尼吼，拢是阿蕊啊，阿蕊啊责任上大啦，伊就是万项代志拢顺着来宝啊啦，所以今仔才会发生遮尔侪代志啦。啊对哦，我讲坐咧看你一直踮遮讲话啦，迄恁老爸吼讲叫我去通知秀英啊吼，我煞袂记，啊你若赶紧去上班啦。阿嬷，阿爸甲阿母吼，昨着甲柳丁接啊出去，安尼到这时候我袂转来。啊，你安尼吼，才袂晓讲紧出去敲你啊电话问柳丁看卖啊。阿嬷，啊我毋知柳丁接因兜电话啊。哎呦，秀英啊，你遐戆，啊直接走去柳丁因店的，还是因厝去问就知啊你。啊对，我说叫袂记一。阿嬷，无正来去吼。紧去吼，紧去。阿静，我头要找你呢。秀英啊，你赶紧去病院陪伴恁阿母。我阿母伤歹哦。有爱，哎，有咩啊？阿妈，对啊，阿蕊啊，是安怎来咧病？是安怎？是阿蕊啦，是木腿啦。木腿，啊木腿是安怎啦？紧带我来甲看啦，有要紧无？阿母，你免去啦，秀英带我来就会用的啊啦。袂用的啦，你一定爱带我来，要若我一个人咧厝内，我嘛坐袂牢啦。好啦。对嘛，你休困一下啦，这我来顾就好啊。免啦，多谢你啦。昨暝吼，伫派出所内底对你讲话较无礼貌啦，真失礼。无要紧啦，你莫放在心肝内啦。文弟啊，你是做刑事的较了解，即马来宝也伫派出所内底无？暂时吼送去看守所受压。安尼要请律师无？我看若是请一个律师替来报辩护，安尼较妥当。文弟啊，阿姆这方面较毋捌啦，无吼，你替阿姆请一个较好的律师，只要对来宝有利，开较侪钱不要紧啦。我赶紧来联络，吼。妈，阿母啊，啊你来这是要创啥啦？阿蕊啊，所发生的代志，拄则阿瑶有甲我讲过啊。啊，即马木腿安怎？木腿有要紧无？即马这内底咧急救啦，你阁毋知咧？
囝，若是饲着这个歹囝吼，不如卖饲啦，加麻烦呢。阿母啊，你哪安尼讲呢？来宝毋是歹囝啦，伊是互遐歹朋友给拖歹的啦。啊，蕊啊，你还阁袂讲误哟？你即摆搁咧听声音呢？刘丁来啊！啊，你连坐咧才困去啦？啊，腿哥经营是安怎啦？阿三，我规日拢无出来，唔知影哪。老啊，我看推哥可能还有危险的，咱今仔生理莫做休一工啦。唉，万不利有啥物代志哦，也好通斗3工。哦，好啦好啦，请问恁无开个家属咧？我是，请问阮翁即摆安怎？哦，恁翁即摆无性命危险啊，你赶紧去替办手术。多谢啊，我即摆来办，我来帮你手术。注意啦，阿妈要来去。刚才推课即摆已经无危险，啊无吼，我看阿蕊啊，真正会倒落去哦。对啦，哎，推讲阿蕊啊吼，平常是为着来宝安尼冤家倒去，也毋过今仔推讲安尼魂迷不清哦，我看阿蕊也是紧张到强要死呢。唉，我看到哦，嘛感觉心足酸的啦。爱情拢是予人梦梦，为何你有爱要怨的人？为你付出换来一张卡，诚心诚意也无彩价，爱情拢是。